幫你條行政長官嘅產生主要有3個步驟。第一步，提名。首先，我哋要組成一個提名委員會。根據基本法，提名委員會要有廣泛代表性。然後提名委員會要按民主程序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。第二步，普選。全香港合資格嘅選民會以1人1票方式喺候選人當中選出行政長官當選人。第三步，任命。當選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，成為行政長官。依照呢啲步驟，我哋一齊喺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。哇！落咁大雨，睇唔清楚條路喎，不如泊低等下先啦。好，就呢度等啦。5月底前開立渣打公式馬拉松末期存款戶口，俾你嘅資金等緊機會時，坐享高達2厘港元末期存款年利率，又可以隨時出擊。除咗港元，仲有5種外幣選擇。全新渣打客戶網上登記可領享獎賞。詳情請上 www.sc.com/hk/msa。因為受條款限制之約束，每年1月1號由呢度開始。第20期903專業推介新上榜作品，第20位新上榜作品。今年佢希望每一首歌都係揾嚟樂隊為佢度身訂造。今次有 Super Moment 為關楚耀寫咗呢一首《死去活來》。上榜歌，佢一個人霸住2個位置，除咗有佢嘅小芳之外，仲有方大同自己作曲作詞嘅新上榜歌，第19位特別的人。上11至1 903專業推介20首903 DJ 最喜愛嘅華語歌曲，每年1月1號由呢度開始。輸完一場又一場嗰隻咧，所以嗱，今朝 NBA 又輸咗。
Michelle 盧覓雪恭喜啊！我哋一台嘅 operator 豪仔都好多喎。係啊，恭喜我嘅同房，以前嘅同房阿希，即係啲全部都係兵工廠嘅廠迷啊，就可以講係。阿遠呢件最開心你啦，最開心冇辦法，因為9年啊都即係未試過一樣嘢係咁票房。你講緊以前咧，阿仙奴最強時代啊，又有柏金啊，又有亨利嗰個年代咧，先至有機會話掂下呢啲咁樣嘅杯仔。到而家跟住之後咧，就已經係即係無以為繼啦。咁啊，然後就想即係個個都希望雲加即係起碼即係振奮啲啊，話俾翻多啲錢阿仙奴呢啲大炮啊。買咗好詩意啊，今日。點知年都係支大炮，就射咗一炮之後咧，就再冇射過啦咁樣。咁啊，終於即係9年第一次就即係捧翻個杯仔啦。其實呢個叫杯仔嚟嘅啫，咁所以即係冇咩問題。OK 啦，唔係諗住爭票係4大皆空啊嘛。咁但係好多即係倫敦嘅即係市民又因為咁而即係高興啦。因為即刻巡遊啊，佢又即係快脆啊，即刻捧完杯，即刻就喺呢一個倫敦市中心咧，就即係整架即係雙層巴士去即係巡遊俾大家睇下。咁啊，搞下呢啲咁嘅城市啊，起碼有得睇下波衫，咁先令到好多球迷振奮翻少少。哇！真係見到雲加咧，即係啱啱場吹雞嗰下，你有冇睇佢啊？除衫係啦，除衫之前啊，佢有個小動作睇佢幾次咧，就係嗰啲叫呼一口氣啊！即係唔知係咪壓力嘅關係咧？佢又唔係向天好得意喎！我唔知係咪佢嘅人咧個性格咧，佢又唔係即係摩連奴嗰啲咪，即係贏個波會跑過去對面7米成嗰隻，佢唔係嗰種噶嘛，係嘛？即係佢係除咗件西裝咁啊，件衫其實好似好失敗嘅一個推銷員咁樣，解佢成功就終於成功咗。但係佢個小動作不停做嘅就係喺度，你有冇留意呢個畫面啊？即係俾啲球員上去攞獎嘅時候，佢企最後啊嘛。咁佢見到嗰個隊長咁啊個杯跌咗之前，佢又扶一下，跟住落樓梯嗰啲球迷咁啊捉住佢嚟錫啦，跟住又係。跟住我諗就原來即係你經過咁多次嘅失望，咁啊原本有希望，跟住有失望，唔係淨係失望唔緊要，淨係失望即係玩完啦，係咪先？佢最差經歷過希望、失望、希望、失望，咁跟住然之後絕望，跟住終於俾你得償所望嘅時候，原來係嗰個舒口氣係咁抒發過，即係好細好得意，佢唔係大動作嘅就係。我諗即係代入，就算唔係話兵工廠嘅球迷都好，你都代入嗰種，每個人都會有一種，即係譬如你經歷好多嘅希望，但係都會經歷失望，但係你啲希望快啲有一日會好似佢咁樣。喂，大佬，你9年啫，我9日得唔得？或者9個月啦，係咪？得償所望嘅時候，終於可以即係鬆一口氣嗰種感覺啊！嗰個我睇嘅零舍觸動嘅就係嗰一下，即係原來好多時我哋都為咗嗰一下，為咗等嗰一下就係啊！你又唔會話攞支香檳慶祝，佢都冇㗎。佢唔係搶香檳慶祝，佢唔會坐搶住個獎杯自己喺度影下自己 selfie。你知球員全部而家係咁啊！一贏杯之後，第一時間做咩？攞部手機等住 selfie。咁嗰啲踢得最渣嗰個拿住個杯最耐。我哋都有個真係攞佢粉出嚟，揸住個杯，死都唔放咁多。人哋雲加都未攞住個杯，人哋雲加喂真係紳士嘅，真係攞掂一掂俾翻你。跟住然之後自己不停做咗嗰個動作好多次。咁我諗即係話每個人，就算你唔係球迷，唔係兵工廠嘅球迷，都可能會希望自己會贏一下呢啲，就係你經歷嗰啲壓力，經歷嗰啲失敗，經歷嗰啲希望、失望之後，咁都係等緊嗰一口氣。呢一口氣我諗佢都即係忍耐覆去咁喺個肚裏邊好耐，因為今年其實都係咪因為如果攞唔到杯就拜拜？因為今年好多人講話即係一攞杯即刻續約啊嘛，係嘛？因為咁好多人咧喺今年其實特別講得多，呢1-2年就成日覺得阿仙奴點解唔俾錢嘅咧？咁樣佢同香港嗰個財爺點解咁相似嘅咧？成日話為咗兵工廠嘅未來啊，要儲翻。計數好叻㗎嘛，佢計數超叻，因為佢同阿財爺係一樣，大家咧都係即係人哋都覺得係千古罪人嗰類，就係唔肯俾錢，即係下其他就算後城呢啲咁嘅隊伍咧，都可能係個個都涼粉嚟嘅嘢啦，都捨得俾錢過佢嘅。咁好多人話喂，今年如果真係再冇嘢攞嘅話，而且都仲係徘徊喺嗰啲成日都係爭4啊、爭5啊呢啲咁嘅邊緣嘅話咧，咁就可能會即係都可能會唔見咗佢啦。咁可能佢呢一口氣都係為咗
又一合約酬金啦，又有得再簽過嘢啦。正啊，開心！我覺得即係佢嗰種咁嘅呢個故事啊，其實好啱嗰啲香港人睇，即係而家咁嘅氣氛，其實應該盛事基金盡快聯絡阿雲嘉，即係問佢可唔可以興趣即係嚟，因為跟住嚟嗰隊隊伍叫咩 PSV 啊 PSG 啊 PSV 好似邊嘅咩嚟？機型，巴黎聖日耳門，巴黎聖日耳門，伊巴希莫域係全世界睇唔過眼嘅人嚟嘅，即係佢係個個睇唔過眼嘅。喂，等人哋嚟到你嘅球場，一間又差㗎。人哋肯望你嘅球場已經係恩賜嚟㗎啦，係咪？咁我哋冇理由受人哋嘅氣。雲嘉見月明係嘛？香港人就係而家就係希望失望，希望失望，咁啊希望就係要一個故